屬鼠嘅你今年都唔錯喎，運氣排第六，感情都排第六喎。咁今年雖然你又唔係桃花年，但係又唔係雙合，又唔係嗌交年，叫做暗合年。暗合年係咩意思？係暗中大家對對方都唔錯，不過不宣諸於口咁解啫。咁貴人都係容易有暗中貴人輔助，不過貴人方面又唔使暗中喎。今年吉星咧有玉堂、龍德同紫微三個都係有力嘅貴人星，容易有力貴人輔助。咁貴人咩意思啊？貴人唔係一個人嚟嘅喎，啲人成日問我貴人究竟係邊個啊？貴人唔係一個人嚟嘅，貴人咩意思咧？打工容易遇到好嘅老闆，做生意人哋中意俾啲生意你做，呢個叫做貴人。所以有啲人一生人都有貴人運，有啲一生都冇貴人運，就係咁解啦。佢唔係一個人嚟嘅。今年特別容易有幾個貴人星，今年容易突然突出有貴人輔助咁解啫。咁今年一粒空星都冇，所以今年鼠就排第六就咁解啦。因為你呢幾年都係唔錯嘅，因為23係桃花年，24係太歲相合，今年係太歲暗合，所以今年屬鼠冇乜留意。即使你行緊衰運星，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但係因為有貴人輔助，希望佢下降軌跡咧都要頂住。咁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有任何機會更加要放膽嘗試啦。因為今年夏天之後個運咧一路去到呢個2028年嘅秋天前咧，3年幾運咧都一路上嘅。咁有啲人秋冬天出世2022開始行運，咁有啲係2025先開始行運，咁發現22、23、24你都未好得住咧。如果25開始又唔會短咗嘅喎，如果25先開始咧個運可以去到2030先會停嘅。今年屬牛嘅你，無論感情或者財運都排第5喎。咁點解排第5咁賺啊？因為今年嚟講咧，原來咧牛龍羊狗你4個生肖都係財運年嚟嘅喎。只不過你唔夠人哋屬狗、屬龍桃花年咁好，又唔夠人哋屬羊咁好，所以你牛就排第5啫。點解排咗你第5啊？因為今年你一粒吉星都冇，所以冇乜鬼嘢着數，就唔夠人哋嚟咁解啫。但係今年嚟講咧，叫太歲爻合都容易有暗中貴人輔助嘅，所以雖然完全冇吉星，都有暗中貴人輔助。不過因為空星你有天哭、華蓋同埋陽刃手啊，要留意呢3粒都係細星，冇乜特別代表嘅。天哭就代表有時喊得一句句，一時感觸都會喊下咁解嘅啫。咁華蓋有時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。如果你做設計創作嘅咧，華蓋嚟講特別有你靈感嘅添。你知創作嘅人成日都夜媽媽一個人慢慢創作噶嘛，咁孤獨就在所難免啦。咁陽刃就會心情唔好，容易發脾氣。所以今年屬牛嘅你一粒吉星都冇，空司有天哭、華蓋同埋陽刃手啊，要留意。人緣運方面雖然冇吉星，但係今年都係唔錯噶。咁運氣方面，如果你生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因為25、26而且3年都係大火年，對你運氣係完全冇幫助噶。所以今年夏天打落之後咧，所有嘢宜守不宜攻，可以唔變盡量唔好變。咁投資做生意更加唔得啦，係咪？讀書學習買實物就冇所謂噶。咁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咧，因為呢幾年都係旺運嚟噶，今年人緣運唔錯，有新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屬虎你今年無論感情財運都排第10喎，因為屬虎你今年就冇乜着數，因為叫做太歲相穿或者太歲相害，咁都屬於一個犯太歲嘅一種。咁不過咧就唔係話好嚴重嘅，因為今年4個犯太歲，屬蛇係犯太歲，屬豬係沖太歲，屬猴係太歲迎合，屬虎叫太歲相穿、太歲相害，你係排第尾嘅啫。咁都係稍有是非，我哋有時太歲相穿、太歲相害咧，我都會唔記得講嘅。咁所以話你排第10就咁解，但係其實就唔係話太差嘅，因為屬虎嘅你吉星仲有福德、天德同埋福星。福德同天德係貴人星，雖然唔係有力嘅貴人，咁有貴人都好過有小人啦，係咪？咁天德係逢凶化吉，能化解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卷舌、天哭同埋劫煞。卷舌又容易口舌爭吵嗌交，天哭心情不佳，容易喊。劫煞因朋友而破財，千祈唔好借錢或者擔保。咁你知啦。卷舌、天哭、劫煞呢啲係細星嚟嘅啫，咁借錢嗰啲最多好老友，你借少少俾佢，唔係好老友就扮窮，一味扮窮就冇所謂啦。所以屬虎屬一個中游生肖，唔係話太好，唔係話太差。咁運氣方面都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今年運氣嚟講唔算特別好，就普普通通，宜守不宜攻。咁如果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始終咧你屬虎都係大火，呢幾年又大火年，
就算你生喺呢個冬天冇火都啦，因為出生年你個虎已經帶火噶啦，所以今年運氣嚟講有機會係唔錯。一入到夏天咧，慢慢個運就上得到噶啦。所以如果你係打工呢幾年咧，就比較順利，有升職機會。如果做生意啊，有新嘅嘗試，更加要放膽起步嘗試。尤其是25年係第一個好嘅時機，因為如果25開始，26、27都係順利噶嘛，咁你26先開始咪得翻27一年咯。所以2025如果你諗住想新嘗試，就要積極考慮下啦。屬兔嘅咧，所以中游生肖財運同埋呢個桃花都排第8，因為今年嚟咧又冇衝又冇合，又唔係桃花年，又唔係二合年，乜都冇，一個普通平嘅生肖，睇翻自己嘅運氣啦。咁自己運氣都要一定要睇翻你究竟春夏秋冬幾時出世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因為屬兔嘅你，即使嘥3月6至到8月8刀啦，咁你叫做平命熱命人。因為22、23、24呢幾年都麻麻地噶啦，咁但係24咧就係太歲相穿，23就犯太歲，咁25咁即係好啲啦，係咪？唔係犯太歲，唔係太歲相穿，真係冇事啦，冇事即係等於好嘅運噶啦，所以排第8就係咁解啦。咁今年咧吉星有8座，有利地位提升，咁地位提升咧，無論春夏秋冬出世人咧都係均等嘅，唔會話因為你春夏天出世行緊衰運就減弱咗升職機會嘅。我成日講好運衰運而攻而守咧，最主要睇收入唔穩定或者做生意嘅人。咁做生意就知點解啦？咩叫收入唔穩定啊？做嘢斷單計嘅，譬如係金融啊、保險啊、傳銷啊、地產啊，甚至乎律師啊、醫生啊，斷單計咧，呢啲先運氣吉凶就比較明顯嘅。咁打工嚟講咧，最緊要老闆唔好執笠，唔好炒你魷魚，其實冇乜特別好運衰運嘅。所以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如果打工嘅咧，咁運氣方面咧就唔使話有咩特別要留意，總之可以唔轉工，就盡量留翻喺原位就可以噶啦。咁如果生喺8月8即係3月6之前，過去2年因為犯太歲、太歲相穿、太歲傷害，咁影響咗運氣或者影響咗心情，咁你要積極進取，有任何新機會放膽嘗試。記住啦，8月8之後3月6之前嘅你積極進取啊，因為今年唔錯，明年係桃花年，咁打落2027咧又係太歲相合年，咁即係連續呢3年，今年冇合冇衝冇桃花冇事，明年桃花年，後年相合年，咁即係如果今年踏上咗上升軌跡，就一路去到2027更加會順利少少添。屬龍嘅你，2024犯太歲，犯到咧農曆3月先會完嘅，所以記住啦。春天農曆3月前仲容易受負面情緒影響，仲有個唔好嘅月份就新曆4月5，清明之後5月6立夏之前，所以清明之後立夏之前嗰個月咧都會有悲觀負面情緒。如果假期許可嘅話，可以去旅行化解，因為嗰個月咧咁啱係復活節，應該照計都有啲假啦啩，咁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要去西方或者北方，咁如果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去東南方，屬龍嘅你農曆3月可以出遊嘅話，盡量出遊，唔可以出遊要提醒自己，盡量正面少少。咁屬龍嘅你咧嚟到呢一個2025夏天正式踏入咧，你原來排第2，桃花排第2，財運都排第2。咁點解咁賺啊？因為屬龍嘅你今年叫做桃花年，係天喜桃花，除咗紅鸞之外咧，你排第2噶啦。咁天喜桃花叫正桃花，正桃花代表容易同啲已經相識嘅人咧走埋一齊又得，又或者新嘅桃花能夠發展落去都得，又或者舊年因為犯太歲容易出現感情障礙，今年咧原來結婚都可以嘅，咁但係要留意啦，舊年犯太歲咧唔一定負面嘅，因為犯太歲叫做一喜擋三災，無可以心情壞。如果你屬龍喺2024結咗婚或者懷咗孕，咁嚟到呢個2025梗係更進一步，容易有 BB 或者今年容易懷孕啦，係咪？所以今年係拍拖、懷孕、結婚嘅好時機嚟㗎。咁今年吉星除咗天喜之外，仲有一個蜜月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囚獄同埋病符，囚獄普通是非星，病符係小疾病。咁你2024嘅疾病咁棘手，而嚟到2025呢個病符直情可以唔使理啦。因為2024你龍年咧，一來情緒問題，二來腸胃特別差。咁你腸胃嚟講咧，係今年春天仲要留意嘅啫。咁農曆3月腸胃都唔好嘅。咁入到夏天之後，其他嘅6、9、12每年都叫你留意噶嘛。但係今年6、9、12身體其實就冇乜大問題出現嘅。屬龍嘅你嚟到呢個2025，無論你春夏秋冬出世都好啦，因為有桃花年又有蜜月星，咁各樣事情咧都一定100%比2024係好好多噶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更加好上加好咁解嘅啫。
屬蛇嘅你今年特別留意喎，唔使問，梗係犯太歲啦，係咪？但係屬蛇嘅你咧，因為春天就係桃花年喎，咁喺龍年係桃花年，如果結咗婚或者懷孕嚟到蛇年，叫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如果去年咧係桃花年認識咗個異性咧，今年又冇打算結婚，要特別留意喎，因為犯太歲容易心情不定，影響感情，所以感情都特別要留意㗎。咁嗱，屬蛇犯太歲咧，12歲、24歲、36歲、48歲都要留意情緒問題。咁而家啲人好早熟噶嘛，12歲都會有時亂諗嘢噶嘛。所以如果你個 BB 讀緊書，又見佢成績麻麻地或者太勤力，咁你就記住啦，唔好俾啲壓力佢，多啲帶佢去玩先至有用。咁24歲犯太歲，如果係失戀一定喊得一句句啦。如果結婚又叫一喜擋三災喎。咁36同48好奇怪㗎。咁10個着5個以上都會諗到啲嘢好負面，諗到冇晒出路。佢唔一定有事㗎喎，係冇事都會諗到有事。所以犯太歲年係一個好奇怪嘅年，同運氣完全冇關係。無論好運、平運或者行衰運，犯太歲都容易受負面情緒影響。咁最唔好嘅月份就農曆4月。咁農曆4就新曆5月6至6月7左右啦。咁我哋通常都係5月6前後去旅行。咁5月5去，以5月8號翻去幾日都得㗎啦。咁如果係平命熱命人去西北方，寒命人去東南方，就唔好去錯方向，有反效果㗎喎。咁60歲屬蛇咧，要睇一排牙啦。咁如果60歲發現原來好早甩咗門牙咧，記住啦，60歲去驗身驗血嘅全身檢查，咁嘅年紀都差唔多要啦，係咪？咁72、84嗰啲都係要留意身體嘅啫。咁同埋屬蛇今年除咗犯太歲情緒問題，亦都容易損傷，容易牙受傷、腳受傷，行街都容易撲落街撞親隻腳嘅喎。咁撞親腳好容易撞埋棚牙啦，所以無論揸車又好，行街又好都要留意。尤其是農曆4月同10月容易損傷嘅月，可以捐血洗牙化解。咁屬蛇咧，今年吉星有天解解神，呢個就好少少啦，化解少少你個空星嘅力量。咁空星有咩啊？劍鋒伏屍，每次犯太歲呢兩個星都會跟住嘅，係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。所以頭先講捐血洗牙化解。咁太歲就犯太歲嘅意思咧，血印都係手腳易受損傷。咁浮沉咪浮浮沉沉，冇乜嘢突破。咁只會俾人督背脊講是非。所以今年除咗犯太歲，咁多生肖裏面，好似空星你屬蛇最多㗎。小心少少啦。屬馬嘅你今年嚟講咧，就都係 OK 嘅喎。原來今年叫做係咸池桃花。咩叫咸池桃花？叫霧水桃花。咁霧水都好過冇啦。如果你孤家寡人、獨守空圍好耐嘅咧，咁今日咸池桃花都俾少少刺激你啦。咁咸池桃花係代表容易同啲已經相識嘅人突然間走埋一齊，突然間會散嘅喎。咁咸池桃花如果能夠過到今年維持到去到2026咧，你先有機會一路維持呢個桃花。咁但係如果結咗婚或者有穩定感情，咸池桃花咧唔一定係男女關係嘅喎。咁原來咸池咧，人哋見到你都覺得順眼啲，交際應酬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。所以桃花其實冇正面或者冇負面，變唔變成三角關係就純粹睇自己嘅啫。咁桃花年咧就係人哋觀感睇到你個樣覺得順眼啲，我哋叫做桃花年，所以做嘢都係順利噶。咁今年有太陽有男貴人之助，上司拍檔下屬男咧都容易有幫助。咁空星有咩啊？有個叫流霞喎。流霞就棘手少少，流霞真係感情容易出現煩惱。咁天空係計劃易成空，我成日講啦，見一步行一步，唔使有計劃嘅人，能夠解決眼前問題先係容易成功嘅人。成日有計劃，你諗下5年前你知唔知今日咁咧？一定係唔知噶嘛。所以有計劃嘅人唔一定有用嘅，所以有長遠嘅規劃，唔使係逐步嘅計劃嘅。所以天空都唔可以當係空星。咁有個晦氣就棘手少少啦，晦氣容易俾人截糊雞糊截爆棚。明明傾得好地地嘅嘢啊，聽朝去簽約㗎啦，啊夜晚俾人截咗糊喎。所以你晦氣咧，如果你做啲係要貼身同人簽約嘅工作，記住啦，人哋應承啦，馬上攞個合約喺屋企等佢，或者去公司等佢，咁就唔使甩拖啦，係咪？吉星有太陽，空星有流霞，天空晦氣咸池，咁咸池唔算空星啦，所以吉空星嚟講個比例嚟講咧，唔係話特別有力，又唔係特別差。咁當然自己運氣最重要啦。如果你生喺呢個5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因為而家係大火年，記住啦，今年開始呢3年宜守不宜攻，有任何機會千祈唔好嘗試。可以唔轉工嘅話咧，頂住到28年秋天先好轉。咁3月6到5月6嘅平命，雖然唔係好運，都比較平穩嘅唔好運啦。咁最好運嘅人咧就係8月8到呢個係3月6，尤其11月7到3月6呢批。
咁25、26、27呢3年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，無論想投資又好或者轉工又好，咁都其實都係個好嘅時機嚟。今年係第一年嘅好時機。咁屬羊嘅你咧，今年無論桃花或者係財運都排第9喎。咁雖然排第9，其實你又唔係話太差嘅，不過可能其他生肖好過你咁解啫。因為今年蛇年你去到羊咧，叫做太歲爻合。爻合咩意思係？原來有遠方貴人輔助，所以屬羊嘅你，如果你做啲生意或者做職業咧，就係要去遠方或者同遠方人聯絡咧，咁你係有幫助噶。不過屬羊點解排第9咧？因為今年一粒吉星都冇，又唔係桃花年，不過又唔係嗌交年喎。因為今年爻合嘅意思，感情就屬於比較穩定嘅。但係因為唔係桃花年，單身嘅咧，如果想認識異性，今年機會又唔係話好大㗎。咁唯有睇下啲桃花月份啦。因為今年1月同7月咧就桃花月比較重嘅，咁睇下會唔會桃花月帶到少少桃花機會俾你啦。咁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月煞、大煞、飛廉、豹尾、喪門、地喪都冇代表嘅喎。咁即係今年吉星又冇，凶星又完全冇乜代表，完全靠個人力量啦。所以今年屬羊又唔係話太差㗎。咁當然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先知好唔好運啦。咁如果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你寒命，而家2025開始3年大火年，所以今年入到夏天5月6之後咧，有新機會去放膽嘗試，無論投資又好轉工又好，其實都係可以適宜嘅。咁但係相反，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今年運氣又冇乜貴人輔助，又冇乜吉星，運氣又麻麻地，所以樣樣嘢記住要退守，要守到2028秋天先至輪到你嘅好運啊！屬猴嘅你，無論財運、事業或者感情都排第7。咁點解啊？因為今年叫太歲刑合，刑咧是非多，合係人緣好，所以今年感情方面有時嗌交，有時就和好。喺是非方面咧，人緣同是非少人，但係大家都係一齊嘅力量喺度拉鋸嘅。不過因為今年你貴人吉星比較多喎，因為貴人吉星有歲合、太陰同埋呢個貴人，歲合嘅意思係太歲相合，所以頭先講叫刑合又刑又合。太陰就女貴人，資助貴人就普通貴人星啦。咁佢特別強調有太陰女貴人嘅力量大少少喎。如果上司、拍檔、下屬女人咧都容易有幫助，所以今年要黐女人就唔好黐咁多男人啦。咁凶星都有喎。凶星有天官符都係是非星，所以頭先講咧又有貴人又有是非小人星，所以天官符是非比較多。孤神有時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，忘神代表容易失物，唔見銀包、鎖匙、手提電話、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。所以今年咧3個吉星3個凶星，其實大家力量都差唔多嘅，所以今年咧貴人同小人嘅力量差唔多。咁當然運氣最重要啦。如果你生喺5月6到8月8，今年運氣麻麻地，咁咧就要靠近女人，希望人哋帶起你少少啦。3月6到5月6咧都係麻麻地，唔係話太好嘅運，但係唔係太衰嘅運啦。比較平穩向好嘅咧就係8月8之後11月7之前就漸漸向好。最好運係邊個啊？梗係11月7至到3月6嘅你啦。如果你呢批出世咧，如果入咗大運，今年有任何機會放膽嘗試，即使未入大運，靠住25、26、27呢3年流年運咧，都可以更進一步嘅。所以今年無論轉工又或者嘗試想做生意，或者同人合作少少想嘗試，其實今年都係個好時機嚟嘅。屬雞嘅你，今年財運同埋呢個感情桃花都排第4喎。咁因為今年咧蛇年你係屬雞，自有係相合嘅，合就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啲，無論事業、感情或財運都係比較穩定嘅。咩叫穩定啊？唔會突然間嚟一筆錢，又唔會突然間走一筆錢，都係睇翻你嘅趨勢好唔好啦。咁因為今年屬雞咧，吉星好多，不過凶星咧，除咗屬蛇之外，你就排第2啦。凶星有咩啊？飛符、官符、年符、突如其來、官非是非、人事不和、五鬼小人星、陰煞女小人，又有小人又有女小人，即係咁你要小心女人啦。上司、拍檔、下屬或者客戶女人咧，可能都會俾少少麻煩你。不過唔使驚，因為今年吉星咧有地解逢凶化吉，要減輕你個凶星嘅力量。咁就係象星三台，有利權力地位提升。所以今年打工嘅咧都比較容易升職，去爭取嘅。咁樣做生意咧，權力地位提升咧，係將行裏面嘅名氣咧盡量提升少少，咁對財運價值都有幫助㗎。咁仲要唔止喎，吉星仲有粒叫金貴喎。金貴意思係今年財運唔錯，仲有袋落袋嘅財運嚟㗎。所以今年即使你行緊衰運，
生喺3月6到8月8嘅平熱命人，因為又有地解，又有象星三台，又係太歲相合，又有金櫃星，都睇高一線。咁可能將你下降嘅軌跡咧停少少，就唔好下降得咁快。咁如果你行緊運係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當然有任何機會放膽嘗試。不過因為今年官非年，所以喺文件契約要特別要小心少少。咁但係因為非符官符年符12個人就有一個噶嘛，冇咁多人犯官非㗎。咁所以今年咧可能過馬路俾人捉啊，亂抌垃圾啊，咁樣俾人捉到都要罰錢嘅。所以今年記住各樣嘢事情行得正企得正，醉酒駕駛就更加唔好制啦。今年屬狗嘅你，無論財運、感情、事業都係排第一喎。今年咧好奇怪，因為12生肖裏面咧個個生肖都係感情同事業運咧係同一個排名嚟㗎。咁多年我都冇試過，係今年第一年嘅啫。咁點解屬狗咁好啊？因為屬狗今年咧就係桃花年，仲要紅鸞桃花喎。紅鸞桃花排第一㗎。咁有桃花同乜交際應酬人緣好，咁桃花一定係講男女關係啦，係咪？咁如果屬狗嘅你，舊年因為沖太歲，如果感情出現裂痕咧，咁你係可以俾你修補，甚至乎可以結婚嘅。咁如果舊年沖太歲沖嚟一段感情，咁你更加有結婚機會啦。舊年沖太歲結咗婚，大咗肚，今年唔使問，梗係有 BB 更進一步啦。所以今年屬狗嘅你嘅紅鸞星係百利而無一害嘅。咁紅鸞係正桃花。咁除咗男女關係之外，亦都係代表交際應酬人緣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。咁正桃花咩意思啊？如果你舊年沖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容易新頭有一段感情，因為紅鸞桃花代表可以認識一啲容易發展到嘅感情，係正桃花，唔係霧水桃花，唔係偏桃花啊！咁中唔中意嘅另一件事喎，因為有啲人唔明桃花係咩意思㗎，有啲人以為桃花你望見邊個你中意佢你就得米啦，啊原來啱啱相反嘅，係人哋望見你人哋得米，唔係你得米。有桃花年係人哋出現對你有意思，唔係代表出現過你中意嘅人。點解有啲人不停一生人錯過桃花呢？又問蘇師傅話30幾歲都未拍過拖喎，咁你又唔信一個人30幾歲都冇人中意過啩？除非生得真係好唔受歡迎啦。咁正常呢啲機會都唔大嘅，所以記住唔好誤會。桃花嘅意思係有人出現對你有意思，唔係出現過你心目中製造嘅對象。咁你日日等心目中製造嘅對象，呢世都可能冇乜機會有桃花啦，係咪？所以記住啦，桃花嘅意思係人哋中意你，唔係你中意人。你中意人係人哋嘅桃花，所以有時啲年你唔係桃花年，你中意人，咁人哋中意你，你咪有桃花啦。所以桃花年係代表你有得選擇，唔係桃花年你冇得選擇。所以記住啦，有選擇權。咁其次咧，有月德同攀岸，有貴人星。逢凶化吉同埋地位提升嘅星，咁凶星都係細星嚟嘅啫。一個死符、小疾病、小耗、小破財。咁小破財就正常，你平時想買嘅嘢又唔捨得嘅，今年賣咗佢啦，係咪？咁屬狗嘅咧，因為舊年長係比較差，咁會維持到今年春天長嗰啲比較差嘅，所以今年身體方面淨係留意農曆3月就得啦。咁屬豬嘅你，無論感情、事業、財運都排第11喎。咁其實又唔係話咁差嘅，只不過我哋排名嘅時候咧，就好難每一個人去判斷嘅啫。咁但係裡面當中都有分嘅，因為今年屬豬你沖太歲，沖太歲就乜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。咁感情變化，冇感情就讓嚟一段感情，有感情要結婚或者分手同埋嗌交年，所以你吉凶嚟講咧比較極端嘅。咁事業變化都係有人變好，有人變衰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千祈唔好轉，有得轉到千祈唔好揀，轉咗嚟講咧有機會後悔啦，諗住哎呀早知唔轉啦，係咪？咁相反，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今年沖太歲，有任何機會放膽嘗試，變係變好，唔係變衰。所以事業同感情都係極端，有人變好，有人變衰。感情方面，你要睇翻你而家實際嘅情況，究竟係舊年嚟咗呢個桃花，今年原來預備結婚，定係今年預備分手？咁去到今年嚟講，應該差唔多時間，你都會知噶啦。咁如果安排結婚，就唔好結婚前容易嗌交喎。咁我都見過婚前恐懼，擺酒傾唔掂散嘅，我都見過㗎啦。所以記住啦。
擺酒真係傾酒席，將就，唔好影響俾呢啲小嘅枝節影響到你嘅感情。所以今年感情變化要睇翻自己。今年沖太歲有一樣嘢就無論春夏秋冬出世你都要小心啦，因為今年叫做自害相沖，容易牙受傷、腳受傷，行街都容易撲落街撞親隻腳，揸車唔使問更加容易撞車啦。所以玩危險運動啊，行街都要小心少少。揸車在農曆4月、10月容易撞車月，可以捐嚟洗牙化解。又或者嗰2個月揸少啲車或者小心少少，咁希望都化解到逢凶化吉啦。今年吉星就有驛馬，驛馬代表有千年外出變化之象，又加埋你今年沖太歲，即係雙重變動啦，係咪？所以今年變動或者搬屋機會咧比較大嘅。咁但係如果又冇搬屋，又唔想轉工，驛馬去旅行都得噶喎，可以去個長遠啲嘅旅行，豪啲，嘥多啲錢，反正今年都容易破財嘅年。因為今年你沖太歲，每年沖太歲都有大耗星跟住，大耗代表大破財。咁大破財，所以好多人沖太歲年容易搬屋或者買樓，搬屋買樓都要用一筆錢，係咪？呢兩樣都冇就越整個大旅行搭郵輪豪華啲嘅，又用一筆錢都得嘅。咁同埋今年吉星又叫月空，月空就逢凶化吉，因為化解凶星嘅力。所以今年嚟講吉凶星只有個大號要留意嘅啫。想快一步知道蛇年運程係點，又想知幾時有桃花，更想知我點睇蛇年嘅投資走勢，仲有事業運、健康運、姻緣運，樣樣都想睇高一線。大家記住留意9月底出版嘅蘇文峰2025蛇年運程啦。邊度買到？三聯、商務、中華、天地同埋各大書報攤、便利店都有得賣㗎。睇蘇文峰2025蛇年運程，梗係要睇正版啦，其他網上流傳嘅千祈唔好信啦，都係假嘅。如果睇錯嘢、揀錯吉日、擺錯風水，哇，咁就大件事啦，咁就連大師都幫你唔到啊！